今日我要同大家講一個最近喺深水埗、元朗同埋大埔呢啲舊區藥房門口成日發生嘅奪命銀包彈局。你以為自己好心執起個銀包想交咗俾人，或者以為執到張大牛500蚊仔係行運，錯啦！呢個動作可能就係你惡名嘅開始。最近有位住喺荃灣，今年已經67歲嘅陳博，就係因為咁樣一執，差啲被人勒索咗成3000幾蚊，仲差點要入去差館坐花寒，搞到佢成個人到而家都仲心有餘悸。陳博同我講，嗰日大概係2026年初嘅一個下晝，佢好似平時咁去藥房打算擺幾盒止痛貼別，正當佢行到藥房門口嗰陣，突然見到地下有個灰色嘅皮夾，入面仲好似露咗張黃色嘅500蚊仔出嚟。陳博當時位都冇位，心入面位住，邊個衰鬼咁唔小心啊，執起佢交俾藥房老闆或者鄧室主返嚟啦。點知佢隻手一伸落去，指尖啱啱掂到個銀包嗰一刻，左邊突然衝出攞個生面口，望落去大約30零40歲嘅男人，其中一個男人大聲嚇住佢：喂，老爺，你做乜偷我個銀包呀？陳博當時嚇到成個人呆咗喺度，個銀包仲喺佢手上面，佢連忙解釋話係見到地下有嘢先執起。但係另一個男人就即刻攞部洗狗出嚟，話影晒相、立晒影，話陳博係偷而唔係執。呢兩個男人，一個搶紅名，一個搶白名，話個銀包入面原本有6張500蚊仔，即係3000蚊港幣，但係而家得返1張，話陳博一定係趁亂收埋咗個5000蚊入袋。陳博一世人循規蹈矩，邊度見過咁嘅大場面？佢當時急到眼淚都就快流出嚟，猛話自己冇落，但係嗰兩個男人唔放過佢。仲話要報警，話只要警察一嚟，陳博呢啲60幾歲嘅老人家肯定要坐監，仲話會留案底，以後個送上考公務員都唔使懷。老友記，你哋位下，我哋呢啲老人家最怕係乜？最怕就係連累後輩，最怕就係同差人打交道。陳博當時心慌意亂，對方就趁機提出思慮，話只要陳博背返個3000蚊出嚟，大家就當冇事發生。好彩陳博當時雖然驚，但佢平時有睇開我哋呢啲忠臣，佢突然醒翻起呢啲可能係單局，於是佢大聲嗌藥房老闆出嚟。點知嗰兩個男人一見到藥房老闆行出嚟，想睇發生咩事，就即刻闖翻個銀包，轉頭就走，消失喺人群入面。事後陳博同藥房老闆傾飯，原來呢個位係個市局位，閉路提書影唔清楚，嗰兩個檔子就係睇中陳博呢啲獨自一人60、70歲嘅老人家嚟落手。其實呢種拾遺不報嘅邊種陷阱，喺呢2年真係層出不窮。金子就係利用大家嘅同情心，或者係人性中嗰一點點貪小便宜嘅心態。佢哋通常會準一啲藥房、街市或者係長者成日出入嘅地方，佢哋會專登放個銀包喺地下，入面放一張真嘅500蚊仔或者係一啲假銀仔，只要你一執，佢哋就即刻出現。點解準藥房？因為藥房門口通常比較連，人嚟人往，而且好多老人家去藥房買藥，身上通常會帶定啲現金。大家要記住，喺香港法例入面，執到嘢唔交去差館，真係可以俾控告盜竊罪或者拾遺不報嘅。但子就係利用呢點，嚇到你以為自己真係犯咗法。佢哋會用一種好娟裕嘅口吻，講到自己好似法律專家咁，話你有意圖摧毀己有。對於一個60歲、70歲嘅老人家嚟講，呢啲衰話真係好嚇人。如果當時陳博唔係夠定力，或者附近冇熟人，佢可能真係會去落錢逼嗰兩個人。我喺度一定要同全港嘅老友記講，無論你喺街度見到幾大袋銀仔，定係幾銀嘅銀包，甚至係一條金鑽，千祈唔好用手直接去掂佢。如果你真係好心想幫手，最正確嘅做法係企喺原位，唔好越件嘢，然後大聲叫附近嘅職員，或者直接打999叫差人嚟處理。你隻手一旦掂到件嘢，你個指紋就喺上面，到時真係水洗都唔清。特別係而家2026年，死遺雖然進步咗，但係綁子嘅手法都變得更加精明。佢哋有時仲會用刀具，例如跌個銀包出嚟之後，入面仲會有一張海外嘅身份證或者年控卡，令你覺得呢個人好慘，好想幫佢。但你要記住，一個正常人跌咗嘢，如果佢發現咗，佢會反轉頭逃或者去報警，而唔係突然間喺角落頭衝出嚟指住你嚟鬧。呢種拖累起嚟嘅指控，99%都係彈案。我哋再分析下呢個彈局嘅核心邏輯，佢哋點解要專罪老友記？因為我哋呢一代人通常比較善良，亦都比較怕事。如果你係一個20幾歲嘅後生仔，你可能會同佢錯，甚至話報警咪報警經理啊。但係對於50、60歲以上嘅朋友，我哋會加好多嘢，會加明星，會加家人，擔子就係食死我哋呢種心態。
佢哋會話：阿伯，你都唔想你個仔知道你係個小偷啊嘛？呢句說話真係好毒，好多老人家一聽就腳亂。仲有呀，大家要留意，呢啲奪命銀包通常會出現喺一啲比較多寨靠或者人多擠迫嘅地方。除咗藥房、地鐵站嘅升降機口、巴士總站嘅長凳底，都係當字嘅工作地點。佢哋有時仲會兩三個人一組，有人扮失主，有人扮目擊證人，有人仲會扮好心人行過嚟看你。哎呀，阿伯，你都係遞翻啲錢俾人啦，報警好麻煩噶，要返差館坐成晚噶。呢啲海位嘅好心人，其實全部都係同黨，佢哋喺度做床大龍鳳，目的就係要你個荷包入面個幾千蚊辛苦錢。我喺呢度仲要提醒大家，有啲辦子更加奸，佢哋會喺銀包入面放一啲違禁品，例如係一啲假藥，或者係一啲好似毒品咁嘅嘢。如果你執起咗，佢哋唔止話你偷錢，仲會威用話你藏毒，要報警捉你。老友記，你話下，如果你係陳博，遇到咁嘅情況，你驚唔驚？所以我哋一定要互相提醒。如果你見到身邊嘅老友記想去執地下啲嘢，一定要出聲阻止佢。大家可能話，咁如果我真係執到嘢，想做個好市民呢？好，如果你真係想幫人，你可以用手機影張相，證明件嘢喺地下，然後你唔好掂佢去撚商場保安或者警察，千祈唔好自己攞上手。喺呢個首位，報告自己係第一位。你以為你係助人為快樂之本，點知人哋係當你係大水魚咁學。講返陳博個 case， 佢後尾同我講，佢返到屋企之後整整3日3夜瞓唔着。佢係咁着，如果當時真係俾帶返差館，佢老婆會點呀？佢啲仔女會點睇佢？呢種精神壓力，對於一個快要70歲嘅老人家嚟講，真係好大嘅負擔。呢啲彈子簡直係喪盡天良，專捉老弱婦孺落手。外地唔止係斷彩，仲係斷取我哋對守衛嘅信任。所以全港嘅老友記，請你哋記住呢幾句口訣：地下有寶唔好執，一掂可能變小偷；有人攞你唔好驚，大聲叫救命律差人；私了俾錢係陷阱，守住荷包最緊要。而家係2026年，科技發達，膽子都有晒劇本。佢哋可能會話個銀包係名牌，入面有價值連城嘅家傳之寶，或者係話入面有幾嚿藥物。如果你執走咗，搞到失主出事，你要負全責。聽落去好似好合理，其實全部都係廢話。只要你唔掂件嘢，你就冇事任。我亦都建議各位後輩，如果你哋睇到呢段中心，返去一定要同屋企嘅爸爸媽媽、子記哝哝講，佢哋平時可能好愁，見到地下有幾百蚊，可能以為住執嚟補貼下擺市錢，或者單純係好心。你要話俾佢哋聽，呢幾百蚊背後可能係幾千蚊，甚至係刑事責任嘅代價。而家啲黨字好中意轉一啲網絡去老實巴交嘅長者，因為佢哋覺得呢類人最易食。大家仲要留意一點，呢啲黨字有時會喺下午3、4點，即係老人家去接送放學或者去擺市準備晚飯嘅時間出動。因為呢段時間大家個心通常比較急，容易亂嘅。如果你見到有人喺街度突然同一個老人家嘈交，話佢偷嘢，大家作為街坊不妨行埋去問多兩句，或者幫手打個電話報警。有時蛋仔見到人多，見到有人出頭，佢哋就會知難而退。近地再講多啲細節，有時個銀包入面未必係錢，可能係一張中廣嘅彩票，或者係一張寫住巨額金額嘅支票。佢哋會話：哎呀，我呢張支票好重要㗎，如果你執咗唔認，我就話你勒索。呢啲全部都係戲。總之，無論地下嗰樣嘢係金定係緊，只要唔係你嘅，你就當佢係一堆垃圾，甚至係一個炸彈，避之則吉。有一位80幾歲嘅婆婆，成功同我講過，佢喺街市見到個金戒指，正想去執，佢個孫即刻拉住佢，結果隔咗唔夠1分鐘，就見到2個男人行埋去嗰個位望嚟望去，好似穿緊路物咁。作婆婆後尾違反都話好彩，呢啲案例真係每日都喺我哋身邊發生緊。大家要記住，香港雖然係法治授予，但係法律程序係繁瑣嘅。膽字就係利用你對情緒嘅恐嚇，佢哋會話去差館要留成晚，要請律師好貴，透過呢啲心理壓迫令你逼錢。其實如果你真係冇做過，行得正企得正，警察睇會調查清楚嘅。另外，大家都要小心一啲跌錢單案嘅變種。例如有人會喺你面前跌咗一大沓錢，然後另一個人走過嚟同你講：喂，我哋一齊分咗佢啦。呢種係好舊嘅招式，但到咗2026年，依然有人中招。佢哋會帶你去個偏僻位分錢，然後失主就出現，話你哋偷錢，最告你又要俾錢出嚟。呢啲分眾陷阱同奪命銀包其實係同類，都係利用一個貪字或者一個驚字。老友記，
我哋辛苦咗大半世，儲埋嗰啲錢係用嚟安享晚年嘅，唔係送俾呢啲擔字花天酒地。如果你見到地上嘅確有大牛500蚊仔，甚至係金牛1000蚊仔，你嘅第一往腳唔應該係開心地執起，而係應該心入面咯噔一聲，話俾自己聽，慳勁嚟啦。最後，我想再強調一次，呢種慳勁唔止係專最錢，有時係名牌手袋，有時係最新款嘅智能電話。擔子會將呢啲嘢擺喺一啲你必經嘅地方，例如係藥房嘅貨架底。如果你幫手執起交俾店員，佢哋可能會喺門口接住你，話你喺件嘢入面攞走咗零件或者現金。所以最好嘅做法係口動手唔動。你可以話，喂老闆，你呢度跌咗嘢啊，但你自己千祈唔好伸隻手出去。陳博嘅故事係一個好好嘅教訓，佢而家每行見到地下有嘢，佢都會有路行。佢話佢而家最中意就係喺公園同啲老友記分享呢件事，希望唔好再有下一個受害者。大家聽完今日呢段分享，如果覺得有用，記得要話俾你身邊嗰啲60幾歲、70幾歲甚至80歲嘅老友記聽。我哋唔係要教人變得冷漠，而係要教識大家點樣喺複雜嘅社會入面保護自己。見到大牛唔好點，見到緊包要避開，只要個個都提高警覺，呢啲擔子自然就無從有手。最高只能夠執笠走人，希望大家出入平安，開開心心行街，平平安安返屋企。記住，你嘅善良係好珍貴嘅，唔好俾啲衰人利用咗。如果有任何懷疑，第一時間對家人商量，或者大聲叫救命。呢個世界始終係好人多，我哋一定會互相扶持嘅。大家加油，一齊守住我哋嘅老本，守住我哋嘅平安生活。大家真係要記住，無論係2026年、2027年，定係未來幾多年，呢類失而不報嘅答案只會不斷變種。大換通唔換藥，核心就係要你伸出嗰隻手，只要你忍住過一刻嘅好奇心或者好心，你就可以避開一場大禍。如果身邊有人同你講佢執到寶，你都要提醒佢，分分鐘係執起就大運。大家互相關心，互相提醒，建立一個強大嘅後續防彈網，等呢啲擔子喺我哋香港無立足之地。今日講到呢度，希望各位老友記都將呢番話記喺心入面。下次去藥房擺嘢或者去街市擺嘢，記得我今日講過嘅嘢。見到地下有大牛，心入面就懷起奪命銀包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精精神神，識破所有蛋谷。